齊出軌。女孩二選一，你想你嘅初戀係平淡但係白頭到老，轟烈浪漫定係一定會散？好悶喎！但係咁你咪孤獨終老咯。面對挫折，你會選擇堅強忍淚啊，係會匿埋大喊一場呢？真這樣，再這樣。全年無休，月入20萬，定係每週工作4日？點解唔想放假？咁總有一日頂唔順，你做到死咯。白頭到老嘅對象，超級偶像，定係圈外嘅平凡普通人呢？過去啦你，要睇下邊個嘅偶像先。望都係望我紅啦。你會想你自己出軌，定係你嘅對象出軌呢？一齊出軌。電影《女孩不平凡》，你會揀一個人去睇，定係同愛人一齊睇呢？3、2、1。大家一齊睇啦！梗係啦！3月5號女孩不平凡，快啲叫埋你身邊嘅朋友一齊睇，一齊睇完自己睇，自己睇完一齊睇，一齊睇完自己睇。我問你聽我。大家同對象日常相處，你會想成日聽到美麗嘅謊言，定係殘酷嘅真相呢？又揀咗咁耐，你揀啦！你揀啦，揀啊！係啊嘛，你揀啊！